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财政部周四再将8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商用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以及多个生物技术公司，并严禁对名单上的公司进行投资和出口技术。这些公司被指参与了对维吾尔人的监控。在与西方的紧张关系中，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费拉基米尔·普京和习近平周三在视频会议上展示了良好的互相理解。普京在会谈中称赞当前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历史最好时期，堪称21世纪国际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在讲话中除了强调中国与俄罗斯的经济、能源合作，还提起了中国支持俄罗斯绝不允许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立陶宛驻华宁时代办12月15日离开北京，显示因台湾问题，立中双边关系继续恶化。立陶宛外交部发表声明，已召回该国目前驻中国最高级别外交官回国述职，驻华大使馆工作暂行远程操作。美国众议院周二通过了禁止从东突厥散地区进口产品的法案，这是出于对强迫劳动的关切。华盛顿继续反击北京对待维吾尔人的做法。该法案已全票通过，在此之前，议员们达成了一项妥协，消除了众议院和参议院法案间的差异。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赫扬称，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一项良好的协议。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伊朗15日达成协议，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在伊朗嘎拉季地区的一个核设施内安装新的监控摄像设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卿布林肯的访团有人确诊新冠病毒。布林肯今天也缩短东南亚的访问行程。布林肯先后造访印尼和马来西亚后，原定明天在曼谷与泰国官员会面，但这次3国行的最后一站已经取消。在比利时，一项谴责中国在东突厥散镇压的法案已获得法语地区拉拢布鲁塞尔联邦议会总务委员会的批准。声明说，该法案旨在尽可能谴责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民的镇压，同时鼓励比利时政府对中国当局采取更严厉的行动。